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，台湾海洋的国家，真侪台湾人永早讲到无共款的鱼啊，拢有称呼，拢有描写。有人讲三板上交加，有人讲砍头就是鳝鱼，这拢真趣味。啊，实在讲，看到这鱼虾水族，海洋的世界嘛是咧想人生的哲理。国情来几句啊，台湾的俗语。互相甲些好朋友，咱来探讨，咱来参考，讲出来大家研究一下。头一句，咧称呼海底这动物，有一句综合性的用词，叫做鱼虾水族。啊，另外我要阁讲一句，就是鱼甲虾就是无共，所以人俗语有讲叫做鱼还鱼，虾还虾。啊，你嘛知影讲台湾人咧讲俗语吼，顶句拢会接下句，讲先得先，后得后，人就讲安尼就好啊。尾啊，人就会讲笑。讲后尾来就得袂着，啊讲上下手为强，尾来就甲你加一句讲慢下手受灾殃。啊人讲吼，即个鱼还鱼啦，虾还虾啦，尾啊嘛有人佫加一句呢，讲水久毋通难参泥啦。啊，这拢是倒句的，就是讲代志，咱爱甲理好明，爱甲听好清，毋通难做伙啦。过来，咱佫来讲另外一句俗语话，有影讲，即溪若无鱼，咱就别溪来钓。这句话真有意思，就是讲咱做人无一定讲吼，爱甲人斤斤计较，人要甲你争取，三个四个同事，但遐拼讲，啥物人有才调升经理？无定就讲吼，你让人，明明咱就委屈，咱比人搁较拍拼，谁人就爱让人。这个前辈，这个台湾的先贤，就会甲咱教讲，即溪无鱼，别溪钓。你敢无想讲换一个所在去发挥，去到别条溪？钓搁较有鱼嘛会哦，这有哦，哪会无？因为未来的代志茫茫渺渺，永早一个作词家，佚佗人的目屎啦，最后一封信啦，阁有真侪好听的歌啦，生命的太阳啦，爱你入骨啦，拢伊写的歌词，刘达雄老师，伊就捌亲身甲我讲，伊讲吼，人生的路，都每一条，中孝东路通去倒位，中山北路通去倒位，咱拢看会到，干那一条路，就是你未来的路，看袂清楚，讲到底。通对倒位去，有影换一个环境，无定发挥了搁较好。啊，换环境，毋是讲叫你失志呢。有一句俗语话，就是咧讲万物世间各种的动物有各种的性，像乌仔鱼，乌仔鱼人讲乌仔鱼正水，乌仔鱼真正的正水手呢。你若去到倒位，拢会发挥像乌仔鱼正水这种的精神，免惊讲人袂甲你一着，免惊讲人袂互你机会啦。你讲看有影？